我係 Hillary，係中成藥嘅外包裝技術員。唔知第一日返工會負責咩工作呢？呢度放咗好多製成品啊！等我打開睇下係點嘅先。點解要咁多層包裝呢？咁多包裝工序要幾耐先記熟啊？係咪有好多部機器去整？點樣用機器整到咁工整嘅包裝呢？點樣檢查包裝合唔合乎標準啊？你好，你係今日新嚟嘅外包裝技術員。Hello， 我係 Hillary 啊，好開心加入你哋啊！今日我係咪要學晒所有包裝機器嘅運作呢？唔需要，學一套就得㗎啦。由生產力局幫我哋度身打造咗一套智能包裝系統。成個系統係由放置藥丸、印刷生產日期、對齊標識、檢查包裝等22個工序都可以自動化完成，而且仲適應到唔同嘅包裝材質，靈活又快捷，仲符合 GMP 國際認可標準。咁外包裝上有冇咩特別工序要留意呢？作為香港其中一個歷史悠久嘅中成藥品牌，我哋對外包裝嘅要求特別高，所以我哋採用生產力局設計嘅智能視覺系統，喺唔同包裝嘅階段都設有鏡頭，方便監察包裝質量，確保藥丸嘅有效成分已被完全密封。而家我哋嘅包裝效率仲提升咗6倍。呢個智能包裝系統真係好方便啊！啱晒而家啲公司追求新質生產力，用智能技術簡化生產，真係又創新又高質啊！